劉海區、覆蓋區同側區可以用粟米粒夾打底，唔係要編一條辮子，只係要啲紋理啫。將三股邊邊緣攤大，扭出啲弧度，偏中間個線條弧度可以誇張啲。色相大發棉，佢個作用就好似個靠背，之後喺上面配合竹籤嚟雕琢線條，用竹籤定位，發片有發棉依靠下，梳理更容易，仲有助穩定咁定型。雕琢線條時就減少用定型噴霧，除咗少咗黏力可以靈活調整之外，髮絲都減少咗好多。正面睇嘅時候，側區就會有蓬鬆感，係用線條營造出空氣感。